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即时咱来吟唱，伫早起时咱要做伙吟唱的2条圣诗。头一条圣诗是圣诗150首，圣诗150首。第4节其实是乐伊道无师新写的，总是前3节应该咱有的人应该有唱过知影。这是用心神诗。古早，迄个去到厦门去传福音的时阵，当时的人大概80%以上的人毋捌字，所以当时的人要哪捌福音，就是透过唱歌啦。所以咱若看迄个顶头哦，有用心神诗这个字眼，就表示这已经是当时遐个宣教师去厦门，迄宣教的时阵，就教大家安尼唱这个歌，然后将这个来记起来。所以这条歌是咧教讲我来亲近上帝，对咱讲，咱愿意亲近上帝的时阵会安怎？所以第4节，乐伊道牧师他写一个回应，讲耶稣做我朋友。当咱亲近上帝时，耶稣要做咱的朋友。咱来听起门段一遍啦，好来。来，第1节等下第1节，好第1节。耶稣多么心爱那无比救的后快乐，我来亲近耶稣，心就见花意，一吻就叫亲像我甲你。第4節，耶穌做我朋友，每日當做我，甲我關心我，撒幫着希望。亲近耶穌，心就見花意，一吻就叫世界親像我你。所以第1條歌是對家己的心所講的。愛記即親近上耶穌吼。来，咱来掀开聖詩第558首。这条歌就是祈祷的歌，所以上后壁有阿门，这就是祈祷的歌吼。来，咱来吟吼，咱听吟。滚预备来，滚丢丢为我鼓励，叫为他的我要面对，我在你心里压抑，那主作我到你心里。其实这条歌我搁较爱伊后壁所写的558首悲啊吼，就是这个圣诗只有摕圣诗的人吼有啊。咱中间都有人摕圣诗，有啊吼。我搁较爱伊后壁这个启应啦，吼啊，所以我要请咱大家，因为这个启应其实嘛是一个祈禱，所以咱手中若有这个圣诗版的吼，摕圣诗的吼。甲我做伙来启应看卖好无？会使啦吼。所以恁爱较大声的吼。伫邀歌甲战争的中间，伫压迫甲暴政的中间，
伫妖异甲绝望的中间，咱贴互信息甲渺茫的变混。伫惊吓甲背叛的中间，咱贴互低落甲重视的变混。伫怨恨甲死亡的中间，咱贴互忍耐甲活命的变混。伫罪恶甲朽烂的中间，咱贴互救赎甲惊喜的变混。伫逐位充满死实的中间，咱贴互紧迫基督的变混。我真爱即个启用的原因是，这就是人的祈祷。伫上困难的时阵，是充满死实、失去所有的毋望的时阵。假使咱做一个基督徒会当的话，做一个基督徒上好的毋望就是安尼，就是咱知影，咱的救主应允，咱要得到救。咱的救主应允咱要得到伊所带来的毋望甲光荣。愿上帝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地，请陪伴咱的心。这平安，咱陪伴心，今仔日的礼拜，请走个。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三甲来吟圣诗150首，圣诗150首，请兄弟起立，来吟全首。我来尽困了所。
来做咱信仰的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文15篇。伫咧信息的1025页，上时也是诗篇51篇，显着我来启下这来引。上帝啊，你的疼痛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。我知家己的过失。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，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恩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求你，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免除我的死罪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。你无爱成礼，若爱我欢喜现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快的心灵。三甲来祈祷。至圣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日日看顾，你是创造阮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也是赏赐阮生命的上帝。我感谢你，我学了你，主啊，我知影我每一日。我常常有当伫咧生活内底，我得罪你，总是主求你的保护来洗清阮一切拢总的罪过，帮助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有定心正直的灵，会当伫你的面前来服侍你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只是阮若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，伊知影伫面对即个世界的变化的时，阮的国家格外需要你的保护，求你伫阮台湾的四周围来压榨保护阮，互阮无受到对敌的来攻击威胁。主啊，阮也又着为着阮的领导者来祈祷，阮的政府主啊，因会当所做的政策，主啊，一个不管是即个旧政府个新的领导者，主啊，总是因伫咧交接的中间，主啊，你有智慧有聪明伫因的中间，为着台湾的前途来为施政，来设上好的迄个政策来保护、来照顾、来爱护阮台湾所有的百姓。主啊，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你知影，阮的教会就是要一个即个世界的内底，伫即个城市的光的灯，
主啊，求你来使用阮的教会，帮助阮的兄弟姊妹，互阮的生活中，阮会当行大，拢会当诚侪光、诚侪灯。求你的话来帮助阮，来保护阮，也教示阮，互阮行大伫咧正直的路。主啊，阮为着阮遐辛苦白疼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啊，你看顾因，虽然因伫咧白疼中，有的人袂当来到教会，总是你犹原看顾伊，你怜悯伊，互因伫咧白床的白疼的中间犹原经历你的保护、你的保守、伊甲你的医治、甲你的头放。主啊，阮知影。主啊，阮的肢体何等重要！阮伫咧每一天，阮拢有肢体的生活，彼此带导，彼此来扶持。伫阮的信仰的内底，阮会当哪行哪稳，哪行哪欢喜。主啊，阮也求你来帮助遐出外当兵读册的遐兄弟姊妹。主啊，你的灵放伫咧因的中间来催逼因，无论因伫咧倒所在。主啊，你拢甲因三甲伫咧，互因袂当袂记你，毋通袂记你。你就是因的主，你要诚做因的帮助，互因无离开你的身边，互因会当靠慕你。等于伫教会，伫即个时阵，会当去到教会，甲阮三甲来敬拜、聚集，来学乐你。主啊，阮也将阮的牧师交托伫你手中，求你的信心充满伫伊的内面，高抹伊的喙。主啊，透放信息伫你的话语伫伊的中间。主啊，互伊所讲出来的话，透放出来的话，充满着智慧，充满着教示，帮助阮，互阮按照你的教示来行阮每一日的生活。主啊，阮知，阮是你的灯，阮是你的光。主啊，我们伫即个黑暗的世界，主啊，我们诚做你的光，诚做你的光，你的灯。主啊，也慢慢要加做迄个疼的出口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阮，还会当诚做即个祝福，即个阮社区、阮的社会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来兴起，搁较侪的兄弟姊妹，每一日甲你相同行。主啊，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手中，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，你的信心充满伫因的内面。主啊，互因的心安静，互因的灵拍开，互因的心会当听见你的话，互因的耳孔，互因的目睭，拢会当看见你的奥妙。主啊，求你甲阮三甲伫咧，你信心充满伫阮的会堂的中间，互牧师讲的话能够会当来帮助阮每一个来兄弟姊妹，日日行出你的形象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三甲来读创世纪，读圣经创世纪17章第1节到第14节。第1章17章第1节到14节，来，现着我来读。17章第1节，亚伯兰99岁的时，上主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。我要甲你立约，要互你的后裔甲天极其济。亚伯兰趴伫涂骹，上帝阁对伊讲：我甲你立的约是安尼，你要做真侪邦国的老爸。第5节，对打以后，你的名无阁叫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要互你做真侪国的老爸。我要互你的后代甲天极其济，建立真侪国，出真侪个君王。第7节，我要建立我甲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。我要做你甲你的后代的上帝。第8节，我要将你现在徛起的迦南全地，赏赐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产业。我嘛要做因的上帝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甲你的子孙世世代代着遵守我的约。恁中间所有的查甫人，拢着受割礼。这就是我甲你以及你的子孙所立的约，恁一定着遵守。
恁着挂恁的包皮，这要做我甲恁立约的记号。12节，恁逐世代的查甫婴，无论家己生的，也是对外族人买来的，出世第8日，拢着受割礼。你家内生的，甲用银买的，拢一定着受割礼。安尼，我甲恁所立永远的约，就伫恁的心上做记号。14节，无受割礼的查甫人，一定着对我的子民的中间结出，因为伊无挂包皮，违背我的约。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，搁去行的遐啲人，圣俄勒。咱来请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看錫安君王的来临。这是咱来请牧师来证道，伊要证道的题目是割礼立约的记号。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。虽然已经到3月总是咱阁感受到最近有真冷的天气，所以这个时阵我也要邀请咱，互附近的人一点仔温暖，所以咱会当用温暖的话语。温暖的双手，甲安尼手的话会使吼，别人来拒绝嘛不要紧啦吼，用温暖的笑容，假使咱迄个包围嘛不要紧啦吼，的笑容吼，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，附近的兄弟姊妹，互伊一寡温暖，安尼好无？会使吼，来，请开始。
啊，若感觉边仔的人需要抱一个，你嘛来抱一个嘛，不要紧，吼。其实温暖就是教会的温度啦。教会咱组织唔通冷哦，爱其实教会咱来到遮，咱爱感受到这个温度。啊，你若达拄啊安尼吼，一点仔无啥感受到，等一下佫会使，礼拜三嘛佫会使。透过咱互人，也是人互咱的这温暖，其实咱嘛咧领受一份礼物。上帝赐咱性命，伫咱性命边仔，就是这份礼物。求上帝帮咱扶持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赏赐，互阮通来到你面前，透过你的话帮助阮，互阮听见知你的话要使阮快乐，互阮勇壮头前来迈进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每一年只要到3月，就是台湾咧烧妈祖世经的时阵，咱行出去街头，有当时啊，就会看到一堆就安尼行过。然后伫这个神明咧世经的行列内底，有时阵咱会看到。两个神明的身影，一个悬，啊一个矮。迄个是啥物货？七爷八爷吼，七爷八爷悬的叫做叫做谢七爷谢将军，伊的俗名叫做谢必安。矮叫做八爷范将军，伊的俗名叫做范武生。一个身悬一丈4，一个身悬5尺，所以悬甲低，所以远就看会到，认会出来。听讲因是福建闽县的人，对细汉两个人就跟仔兄弟仔，虽然毋是兄弟仔，总是跟仔兄弟仔，真好的朋友。有一天因相约就要出外，就行去到一座桥。迄座桥叫做南台桥骹，迄个看到天要落雨啊，七爷就爱八爷伫遮小等一下，伊要转去提雨伞。结果无拍算，一个落雨落来，真大的雨，迄个大雨落到迄个河水涨满，结果八爷已经互迄个水赶走，就死伫迄个水内底。七爷摕伞来，伞看无人啊，就是下骹拢是水啊。七爷知影八爷已经过身，就想讲伊要投河自杀，结果无拍算，伊的身悬伤悬，根本淹袂着啦，淹袂着，淹袂死啊。所以上尾伊只好吊伫迄个树头，迄个桥的树头来死啊，吼。所以咱就看到一个是兔子，一个是兔子，啊一个面乌的，迄个是有意思的吼，就是表示因的故事。然后当玉皇大帝，迄个这是传说啦吼。当玉皇大帝知了，就派因做城隍爷的部下，负责去抓遐个罪犯，做派罪犯来接受伊的审判。这是台湾，就是伫闽南地区第一代的传说，所以这是一个传说。检采咱事后来想，因太遮戆，烧药你嘛会当徛伫桥顶啊，斗相做。咱现代人会安尼想吼，总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检采这嘛是咧对咱讲一项代志。伫汉人也是伫台湾的文化传统内底，守约是一件人甲人中间真要紧的代志。所以守约是人甲人中间真要紧的代志。
那安尼，人甲上帝中间呢？人甲上帝中间，人要怎样甲伊约？然后咱要怎样来守约呢？这拄拄好是咱今仔日的圣经在内底咧对咱讲的代志。创世纪17章第1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亚伯兰99岁时，上主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。咱来知影，上帝第一遍亚伯兰讲话时阵是伊几岁？75岁。所以25冬来，上帝搁一遍甲伊讲话，总是因为亚伯兰的信，甲上帝搁一摆的立约，所以这个差不多10冬啦吼。87岁的时阵，迄阵啊，上帝甲伊讲话了，然后搁过25冬，就是这个第三个10冬的时阵。上帝搁一遍甲亚伯兰讲话，伫遮翻译做全能的上帝，我是全能的上帝。这个字伫希伯来文内底无法度完全确定这个意思，会当译，通常拢是学家咧译讲这个字叫做充足，我是充足的上帝，总是。嘛有另外一种翻译是翻译做山神，山的神，所以地属山的迄位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悬悬伫顶面爱夜目山的迄位。所以全能的上帝可能有这个意思。伫创世纪内底，全能的上帝拢是出现伫关键的时刻，咱刷落会伫真侪关键的时刻来读到。所以，伫遮咱已经读第一遍啦。吼。创世纪12章，上帝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爱去诚做祝福，我要赐福予你，你要诚做祝福。”然后呢，亚伯兰就照伊的话就去，总是要哪诚做祝福呢？伫这个第3个10冬内底，上帝对亚伯兰安尼讲你爱照我的话做完全。原文吼比较较像安尼吼，照我的话做完全。所以上帝会对遐个因为信心对伊的话有信心，就开始行的这个人，回应伊呼召的人，进一步来提出这个要求。就是做完全的，什么话叫做做完全？这是后来伫犹太教的宗教仪式内底，完全是指迄个献祭祭物无瑕疵。完全是指这个意思，无瑕疵的意思。所以当完全用伫人的身躯顶头，就是指伫上帝甲人面前无通指责。伫上帝甲人面前无通指责，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来引申做伫人甲上帝面前，拢会当诚实正直。可能搁较会当互咱搁较了解，诚实正直伫人甲上帝面前。所以刷落去，上帝是安尼讲，创世纪17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我要甲你立约。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。这个后代的英文搁一遍来出现。创世纪17章第3节到第5节，咱读到亚伯兰的反应以及上帝搁落去的应允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亚伯兰拍伫涂骹，上帝搁对伊讲：“我甲你立的约是安尼。”你要做真侪邦国的老爸，对打以后，你的名无搁叫做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要互你做真侪国的老爸。伫古代近东地区，
对神或是在上的权势者，人会用拍拜来表示伊的敬畏甲尊重。所以，伫遮要甲人立约的上帝为亚伯兰改名，这就亲像父母咧为着囝儿号名共款，表示啥物货？就讲我叫做富人，恁想讲我的爸爸生我的时阵，想讲爱我做好野人吗？毋是嘛吼？啊，我讲真可惜，我阁姓吴，所以无好野人。我叫做富人，我是阮兜上细，我第4个，所以我爸爸生我的时阵，其实有教啊，安尼有教的意思啊，够了哦，足啊，富足的意思吼。啊，我阁生伫贵人，台南的贵人，我伫贵人出世的，所以迄个人其实是贵人的人。啊，真无彩吼！我后来无伫贵人教会牧会，我捌伫仁德教会牧会吼。好共款，这是咧表达啥物货？咱的名其实毋是咧表达咱家，有当时啊毋是表达咱家己，是咧表达迄个号咱的名的人的愿望，甲当时的状况。当时的状况，所以全能的上帝赐的新名，搁较有迄个决定性。亚伯兰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叫做尊贵的老爸；亚伯拉罕的意思叫做真济国的老爸，就亲像遮所讲的真济国的老爸。毋若安尼，创世记17章15、19、16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做伙来读来。上帝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毋通搁叫你的某做撒来。就叫伊做撒拉，我要祝福伊，互你对伊得到一个囝。我要祝福伊，互伊做真济国的老母，出真济君王。迄个撒来甲撒拉，原文有可能拢是公主的意思，总是头前的撒来甲坚持迄个义军啊吼，较有关系。然后后壁的撒拉甲管辖较有关系，总是改名的原因，更较互人着惊，就是伊要做万国的真济国的老母。因为啥物货？创世记17章17节，迄个趴伫涂骹的亚伯拉罕听到即句话，就代表笑啊啦吼。啊笑啥？来，咱来读看觅啊吼。创世记17章17节，来做伙来读来。亚伯拉罕趴伫涂骹伫笑，心内想：100岁的人减会生囝，撒拉已经90岁，哪还未生？神啊，甲为了即句辩论偌久，你安知？话神啊，甲直接讲啊，这亚伯拉罕咧怀疑上帝啊，啊，总是另外一派的神啊，甲就伫遐辩论讲无哦。这亚伯拉罕是信心的老爸，他会啥凊彩怀疑老爸上帝咧？迄袂使哦，吼！另外一派就讲吼，这是迄个敬畏的信心，敬畏的欢喜，讲这真正有可能啊。所以 Westman 这位神学家是安尼讲，伊安尼解说讲，亚伯拉罕一直是敬畏上帝。总是创世记17章17节的笑，伊趴伫涂骹咧笑，真奇怪哦，亲像甲迄个赐应允的上帝冲突。总是上帝回应的时阵，并无追究伊伫遐趴咧笑，伊应允要行动的延线超过所有人通理解的方式，伊用行动来超越亚伯拉罕的笑甲怀疑。以撒的号名拄拄好是亚伯拉罕笑声的相关语，证实了上主互人敬畏的作为。所以当亚伯拉罕即时应上帝讲啊，上帝啊，迄个继承我的人拄好伫阮兜啊，迄个人叫做以实玛利啊。总是上帝是安怎讲的？
创世记17章19、10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上帝讲，毋是安尼，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囝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以撒。上帝到即时阵才宣布答案啦，就是撒拉所生的才是你的继承人，然后伊的名要叫做以撒。以撒这个名的意思叫做笑。你笑啊！所以上帝是讲吼，你拍伫遐咧笑，你想我无看到？你拍的你笑，你想我无看啊？所以上帝是要甲人滚生笑的上帝啦，因为伊知影人的信，人对伊的信，就往往拢是伫一线的中间，有可能搬过即边，咱就毋信啦。伊知影这项代志，所以上帝嘛知影人的软弱甲有限，所以伊将伊所应允的囝号名叫做以撒，要对咱讲，嘛要对亚伯拉罕甲撒拉讲，伊就是迄位伫无可能中间要变成可能的上帝。以撒伫原文有2种迄个文法的形式，一种叫做未完成式，所以以撒咱通读做上帝笑啊，因为当未来以撒生落来的时阵，上帝会笑，因为伊实现伊所讲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命令式，咱嘛会当来解读做迄个老爸笑啊，因为同时代有一个黑人的故事，用即字来描述一个老爸，就看迄个伫伊的迄个骹头屋顶头的婴仔，就甲伊微微啊笑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亚伯拉罕趴伫涂骹咧笑，检采是怀疑。创世记18章，毋若亚伯拉罕笑哦，咱会知影撒拉嘛笑啊。所以咱若读故事咧，就知撒拉后来嘛笑，伊听到这话嘛笑，因咧笑，我认为真正是怀疑啦。我认为真正怀疑。我90岁啊，我99岁啊，100岁啊，佫会当生囝吗？台湾话有一句话讲阿婆生囝吼，真拼啦。所以同款，因完全无法度想象佫有生囝的可能。总是迄位爱甲人滚生笑的上帝，要对咱讲，要对亚伯拉罕讲，我知你这个时阵笑啊，虽然你心内底怀疑。总是有一天，当撒拉生囝，将迄个无可能变可能的时阵，迄时阵咱才会小看来笑。伫亚伯兰99岁的时阵，上帝予亚伯兰甲撒拉新的名。上帝这个行动，搁较亲像接纳亚伯兰，成做伊厝内的人。我大已经讲过啊，号名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，其实是期待。所以人的改名嘛有即款的状态，人若互上帝改名，有一个真特别的应允。创世记17章第6节到第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我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，建立真多国，出真多君王。我要建立我甲你，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，要做你甲你的后代的上帝。亚伯兰一开始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就咱伫创世记12章一开始根本听到亚伯兰任何的应答，伊就去，诚做迄个毋知影伊要去倒迄个土地顶头的架骹的。亚伯兰的架骹出对伊的自愿，
毋是互人强迫。这啊意思表示阿必人将家己完全交托互迄位甲人立约的上帝。架骹是指虽然生活伫一块土地顶头，甚至到尾敢若住真久啊，总是对头到尾拢是局外人，无归属、无权利、无名分，无法度参与迄个土地顶头的公共政策。即款的人虽然活伫迄个土地顶头，却无权来出声。所以上帝却对亚伯拉罕讲：我要甲你的后代立约，因要落地成军，甚至要组成国家。你要后裔要出君王。创世记27章第8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迦南全地，赏赐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产业。我嘛要做因的上帝。虽然即时你甲你所徛起的这个土地无分，总是未来这要成做你子孙永远的产业。咱来了解这个永远这字伫圣经内底是啥物款的意思？永远的约，永远的产业。甲创世纪第9章16节，拿阿上帝甲拿阿立约。迄个永远的约，迄个将轻放伫迄个天顶，迄个约永远的约是共字，总是即字原文的意思是无限时限，无限时限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毋是绝对的永远。所以上帝是咧对亚伯拉罕讲：我甲你立约，绝对毋是一时的。是久长的，总是并无代表这个约、这个产业袂过去。要紧的是你要知影什么货是真正的产业。所以咱通想象，随上这敢若咱等者读到的角底，当时。真个做伫肉体顶头，甲上帝立约的记号，到新约的时代，到咱的时代，已经无阁使用，咱无阁用这个来做必要立约的记号。咱用洗礼，迄个看袂见，总是毋望要放伫新版的角底来做记号。所以咱通想象。当亚伯兰要求别人讲，你爱叫我亚伯拉罕的时阵，检采伊的私底下看到因挡袂牢，就伫遐笑，是安怎？啊，伊迄时爱人叫伊亚伯拉罕，真侪国会爬着，啊，尊贵的爬搁还好，伊至少是一个人会留爬着，啊，真侪国会爬，这个人叫伊的时阵，伊也袂实现啊。总是这嘛表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透过别人来称呼伊，伊更较坚定来相信，这个约到尾会成就。创世记27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甲你的子孙世世代代着遵守我约。恁中间所有的查甫人拢着受割礼，这就是我甲你以及你的子孙所立的约，恁一定着遵守。伫古早近东的地区，真侪民族拢有割礼的习俗，然后举行的时机有无啥共款，有查甫的出世的时，有。咧进行成年礼的时，就是大人啊。透过这个来表示你大人啊。另外，阁有一个时期是结婚的时阵，迄个结婚的时阵，更较特别，
伫当时的迄个真侪民族的角类的习俗内底，是着人爸爱为伊的囝婿来行角类，真特别哦吼，真特别。当时迄个角类，即个角类其实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吼，伫当时真侪民族拢有即个角类。总是上帝是用当时已经有的习俗，予伊新的意义，来做伊甲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。透过根据这个约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义务爱行角类，成做这个约外在的凭据。创世记17章11节到1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恁着挂恁的包皮，这要做我甲恁立约的记号。恁逐世代的查甫囝，无论家己生的，也是对外族买来，出世第8日，拢着受割礼。迄个厝内底的奴隶也爱接受割礼，就表示这个约不只是个人的，这个约嘛甲这个家庭有关系。出世第8天，就是搬过第7天，所以另外阁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搬过上帝的第7天的意思，就是表示上帝的神圣加祝福。创世记17章13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你家内生的，甲用银买的，拢一定着受割礼。安尼，我甲恁所立永远的约，就伫恁的身上做记号。割礼是挂除男性的包皮，表示这个记号其实甲性有关系，随上甲父的有关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提醒咱大家，父的是上帝的祝福，人更较需要伫性的关系内底保持圣洁。创世记17章第14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无受割礼的查甫人，一定要对我的子民的中间结出，因为伊无赶包皮，违背我的约。总是随上后世代的人会安尼想，行割礼就保证这个人甲上帝立约吗？无的确吧。所以先知是安尼讲的。耶利米书31章3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遐日子以后，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板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袂做我的子民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到先知的时代，这个割礼的形式，已经互先知慢慢来看做，毋是遐尼必要。伫这个甲上帝神圣的约内底，要紧的毋是做伫肉体顶头外在的，安尼才表示你甲上帝，你是上帝的百姓。更较要紧的是，你心内底是毋是有受割礼？所以，就是做伫肉体顶头，嘛有可能变做空的仪式。爱刻伫心板，才有真正的功效。保罗就直接安尼讲，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因为咱若甲基督耶稣结连，有受割礼，也是无受割礼，拢无要紧。要紧的是有听的行动，表现出来的信心。耶稣基督已经为咱死伫十字架顶，咱若有对伊的信，愿意用咱的听的行动来表达出来，无论有受割礼无受割礼，拢已经无关系啊。所以今仔日的基督徒无搁进行割礼，是用洗礼这个内心的割礼做表达，因为咱明白割礼毋是咱甲上帝中间这个神圣的约必要的条件。当人要参与甲上帝立约，
用这做记号的时，今仔日的咱是用洗礼、用圣餐来成做记得伊甲咱立约的记号。约翰嘛安尼讲，约翰一书第3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伊的改名是安尼，咱着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，嘛着照伊互咱的命令三听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当咱互相相听，伫信仰的群体教会内底，照伊的命令彼此相听，搁较会当表明咱的身份，咱是啥物人。所以这项代志表示咱是啥物人，拄拄好是表明咱是甲上帝立约的记号。真侪人掠做马介牧师的座右铭，是迄句话叫做“宁愿烧尽，毋愿受坏”。我毋知影咱大家捌听过即句话无？宁愿烧尽，毋愿受坏。然后后来迄个受或受，后来有人甚至伫迄个公报顶头咧辩论讲，啊，到底原文的意思到底应该是迄个受歹去，还是受坏？受坏或者是受坏？总是其实安那讨论拢袂要紧，因为即句话是伊死了后，别人伫文章顶头学了马介的话。甲伊完全无关系，所以咱毋通掠做即句话是马介掠做伊生命中上要紧的话，毋是哦吼，绝对毋是。研究马介的学者林昌华牧师是安尼讲啊，即句话都毋是马介会讲的啊。那安尼马介会讲啥？马介牧师会讲啥？若有，伊讲。是当马介拄着伊要侵入险境，拄着迄个服侍困境的时阵，伊伫日记顶头会安尼写，简单写一句话 ：All for Christ， 拢是为基督。所以，互马介牧师会当无惊困难、较危险，无顾家己身躯的野难甲软者。伊的性命伫台湾29党内底，亲像现代人讲得到强迫症的患者共款。伊对淡水用行的去宜兰19摆，伊对淡水用行的去苗栗51摆，伊对台北淡水行到台南7摆。就伫伊伫台湾29党的时间，伊拢安尼行，用行的哦。所以现代学者读到伊所行的，拢讲伊敢若强迫症的，就是强迫家己一定爱行起哩，过工一定爱继续行。有人讲，这个是现代人真歹做会到的旅行的记录。然后背后主要的气力是啥物货？主要的气力就是即句话啦，拢是为基督。这就是今仔日咱教会应该有的精神。因为汤教会其实嘛是马介牧师安尼行落来，伊嘛几若遍歇伫汤园。即句话嘛，亲像马介甲上帝立约的记号，互伊一路行落去，成就伊迄个宁愿烧尽的人生。因为安尼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当愿意甲上帝立约嘛？假使咱若甲伊立约，那安尼，伊就会放入咱生命中甲伊立约的记号，记伫咱的心板内底。迄个立约的记号会带咱
去为咱人带来祝福，去就伫咱所伫地所在为人带来祝福，伫人甲上帝面前行事为人，诚实正直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当阮甲你立约的时，阮知你已经放一个记号伫阮的生命中。你呼召阮成做你的百姓，你刻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名顶头有特别的意思。你呼召阮，互阮透过阮是啥物人，来成就你的祝福甲旨意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互阮知阮甲你立约的意思。求上帝也互阮实在诚恳，去互阮所伫地所在得到祝福，帮助阮，互阮行事为人，伫你面前真正互你看做顺全无瑕疵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第558首，圣诗第558首，恳求救主对我光明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济，只是来奉献，请感简秀柱以及夫妻方来实现。这是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。来，我读一届，兄弟来读两届。遐个日子以后，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的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版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上主安尼宣布：耶利米书31章33节，请。我甲全以色列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恁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版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，上主安尼宣布。耶利米书31章33节，遐日子以后，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版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，上主安尼宣布。耶利米书31章33节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下周的聚会以及小组聚会，请参约伫第一跟甲第二夜。咱的奉献若是有订单，那请咱伫州找伫州的中级来更正。即时咱开第三页来消息报告。55
啊，好，本主日要礼拜了后中昼12点半要伫701室来召开中执会，请所有的中执来出席。会后中执要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来出席。下主日的有个台神奉献主日，欢迎邵怀妍神学生要来正道甲报告，请咱兄弟为着台南神学院的事工来关心代祷奉献。第二点，教育部伫后周的12点半要701召开请部员出席。力学经审查会要伫咧中昼12点半，伫咧701室召开，请审查委员伫咧后周的时出席。教会消息，第一点，8月2罗马拼音的班要伫3月今仔日开始上午11点开课，是考中央长老要来开课。第二点，伫咧9楼的主日学，欢迎大家来学习。受难酒的有个3月28日星期四的暗时7点半，受难酒的祷告会，迄天是洗脚日吼。3月29日星期五暗时7点半，德中81区联合受难礼拜，要伫咧大德教会举行。3月31号上午9点半，国外节的俄罗礼拜2场，请兄弟注意2场要合并。以上。介绍世荣传道伫咱中间啦吼，伊今仔日有伫后壁有摆书摊，要欢迎。我想咱真侪兄弟姊妹可能伫咱中间有对伊有熟悉，上帝伫伊生命中有予伊一个真特别的记号。虽然伊伫细汉开始的脑性麻痹，总是透过伊的努力，伊后来伫台大有读册，上时伊写即本册已经是第24本的册啊，吼，伊的著作内底第24本。即边其实伊有寄互我伊的册内容，毋过我会当帮伊写序啊，吼。我实在是上无用啊，实在无用甲写袂出来吼，所以这项代志是爱带伊回室内。上时嘛要介绍伊，所以咱欢迎伊伫咱的中间，好无？咱泡泡仔来多谢伊伫咱中间。即本册大概主要咧讲怎样要活出上帝光明的典范。我读伊的册的时阵，我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世荣最近渐渐嘛感受到家己的身体无遐尔好啊。所以有一个真急的心，想讲要将伊会当做的、会当见证的，就来写出来。所以变仔活出一个上帝光明的典范。我相信有上帝特别伫世荣身躯顶头的旨意。伊的爸爸是陈亚长老，甲我的爸爸当时伫规日教会的时阵，因两个做伙伫遐同工，上时也伫遐的一个对中国来，然后对军队，互人退伍的医生吼，走投无路，所以伫迄个庄卡所在，真亚长老吼伫遐，就会当开设医生吼，伊是军医，所以有对迄个所在开始，然后因为厝内底是基督徒，所以找着教会，我爸爸就伫遐甲伊熟悉，诚做真好朋友。我想真亚长老后来嘛伫中会甲教会机构内底做真好事工。不过世荣出世的时阵，当然点彩上帝予伊生命中有一个特别的记号。总是这个记号，我相信嘛诚做世荣生命中真要紧的记号，予伊也透过安尼伊的写作来成就上帝旨意。愿上帝帮咱夫妻祝福，予世荣。甲伊所做，好无？咱搁一遍泡泡仔
来多谢你吉安电台，多谢你多者，好，谢谢。拍谁？你要讲一句话，好，你讲一句话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发觉到吴牧师越来越帅？我们不帅。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礼拜带你的朋友一个来教会，好吗？愿荣耀归给上帝，阿门。多谢。来，我们谢谢思荣在我们当中了哈，谢谢。此时，咱来吟圣诗399首，圣诗第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请起立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应验你心内，主的听为世界，大力应同在。愿主应更偏教你应主，你宽待你，主相信保守你对之时，到永世。咱各吟一遍，然后将你唱做歌哦。上主大仁爱，应验我心内。主的听为世界，我应同在。愿主应更偏教我应主，你宽待我，主相信保守我对之时，到永世代。请牧师来祝祷。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祝歌。我
时电乐灭掉了后，请兄弟那个电乐了音乐煞，咱甲离开。行平安礼，咱互相来讲，愿你嘛有上帝的记号，立约的记号。